手把手，祷告手。我们曾经有过梦想，有听过公司或者是群体有什么愿景吗？另外啊，在教会中我们常常听到异象，那么这三样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对，这个很大的差别。我们从使徒行传的记录，我们看到保罗他得到一个异象，在异象中他看见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恳求他说，请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那么看起来这个异象是从神来的，从神来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意识，是一个符合圣经教导真理的，所以很有可能啊，这个意象跟我们原来的计划，跟我们的逻辑，跟我们的策略可能很不一样哦。所以我们是不是来想想看，我们是不是在一生当中过去的时间使我们看见主给我们的意象，活出主的旨意呢？所以意象是从神来的，而有意自己跟群体是可以容神益人的。我们也恳求主帮助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愿意俯伏主给我们的意象，很有可能啊，这个是符合在意象当中我们共同所经历的意象，但这个意象啊，可能是有一些策略哦，有一些价值观，有一些行动，我们可以参与在教会当中，或者是我们所参加的群体当中，甚至于我们的家中，是吧？我们的家中也有神给我们的意象哦。所以好不好？我们用眼睛来看一下，耳朵我们听神给我们的使命，去传福音。价值那么就是从我们心发哦，我们的心看重的是什么是重要的，当然要用脑筋去设定目标咯。策略是要我们去行动的啊，去看去，记得去。